5月第4個禮拜跨進資訊，喺中美關稅政策調整之後，美國採購商加緊囤貨，美線海運熱度上升。深圳鹽田港承擔住全超過1/4嘅對美出口貨量。以往傳統嘅旺季喺7到9月，今年就提早到6月同7月。多間船運公司針對亞洲到美國嘅航線宣布咗費率上調計劃，40英尺嘅集裝最高升咗3000蚊美金。中美互降關稅嘅90日會係今年出口最好嘅窗口期。喺呢段期間，需求波動，運力收件價格居不斷上升。而家船公司因為運力倉位短缺、運費高漲而開始甩櫃，客戶會面臨成本增加同貨物延誤風險。另外，航運公司被優先處理高運費運去美國嘅貨物甩櫃嘅現象更加普遍，搞到集裝箱錯過預訂船期。今日，亞馬遜宣布自2025年6月29號起，對 SP 買家配送 Prime 計劃實施新規，要求參與買家每個月至少完成100件 Prime 訂單發貨，否則會限制佢哋每日最大訂單量。呢個調整係想確保買家喺大型促銷活動前做好充分準備，避免出現配送問題。訂閱 Italy 外貿電商研究院，每日一個外貿小知識。鍾意我哋嘅話，點個 like 啦！